兩房單位394尺兩房，直入嚟一個玄關，有個洗手間，都係直立式洗手間，直立式浴室。再睇下個廳，係咩？哦，啊，鞋櫃，睇下有咩先？哇，電錶房，開放式廚房，一個櫃啊，雪櫃。櫃 Rose Series 西門子焗爐，電磁爐，西門子Series兩房單位，樓底非常高啊，4米都有差唔多喎，3米半起碼。